观众朋友，大家早，欢迎收看9月初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，我是曹欣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做伙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消息。香港反送中各地军架，早暗阁有大阵的抗议民众去地铁站、太子站表达诉求。皇家警署嘛，互包围，警察发射催泪弹赶人，不过民众无得惊。甲去年顿路这搭会集，阁放火烧物件。抗议活动嘛，地处地铁站油麻地、旺角甲太子站暂时关起来了。香港地铁太子站外口4个拢是民众放的鲜花，要抗议8月31号警察冲入去车站内底拍民众行为，因为人愈来愈多，改做伫地铁站内底静坐抗议。香港地铁因此宣布甲油麻地、旺角甲太子站关起来，结果引起民众不满，甚至有人甲铁门拍歹去，走入去地铁站破坏。傻眼，这才烧啊！地铁站外口也有民众伫烧运线，也有人爬到悬的所在，甲香港地铁标示抹到乌乌。边仔旺角警署内底，防暴警察是全副武装戒备，手内底枪也对着民众。因为警署外口示威群众愈来愈多，警方发射真侪发布地弹来驱离民众。这些示威者是怀疑警方进前在太子站的执法，造成民众死亡，不过有隐瞒，烦恼证据被删除，要求香港地铁提出监视器的画面。The 31st of August here, when at the Prince Edward Station, in the 2 hours that is not covered by media, and most of us perceive that there are some incidents happened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rotesters. 互警方驱离的群众是转往弥敦道甲山东街交界所在放火，并且设置路障，现场有火烧出来，并且嘴巴传出爆炸声音。真侪防暴警察甲顺良小队成员出动，赶紧赶往弥敦道，并且甲火拍熄。示威群众一直到半暝12点外才慢慢离开。港府是伫透早发出声明，谴责激进示威者暴力甲破坏行为，已经威胁到市民的人身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？咱做伙来看卖。好先来看《苹果日报》，民进党立委陈明文伫高铁碰见300万，300万这么侪钱，到底是对倒位来监视洗钱？目前嘉义地检署正在调查，会看总统决定，敢要叫陈明文去法庭说明清楚。接下来是《自由时报》，U18 世界杯野球赛，咱台湾昨赢澳洲，甲美国做伙排复赛头名。今仔日要甲去了打拼，若有通赢赢，就会当去拼冠军咯。上尾是联合报咱16档第一批泰国山钓昨坐飞轮机来咱台湾咯，不过因为包装无符合咱各项检疫的要求，所以红冻在外口想要伫台湾食泰国山钓的观众朋友，佮爱等一下。台铁昨正卖冰晶直直有状况，伫暗时10点外，有一只驶去台东的普悠玛列车，第7节车厢的囡仔庆烟导火，入去受风站随通报消防队来拍火，加载乘客是拢无代志。消防人员救着水管对车厢内底的囡仔来喷水，因为这台普悠玛被通报第7车厢的囡仔有庆烟，敢若要烧起来。刚接到报是，第7车厢它有冒烟情形这样。是。对，然后我们到达之后就是发现那个轮毂是整个已经烧红，那我们就先利用那个站内的那个室内消防栓先做降温。刚刚跟他们确认好像是刹车系统。这台速速八速普悠玛是对像拿要开往台东，有旅客闻到臭味、庆烟的情况，向列车长反映了后，伫6号暗时10点45分开入消防站停车检查，并且赶紧请旅客落车。我地信车厢啊，当时有闻到车内有味道吗？这是前面的人闻到的。前面的人闻到，他有广播冒烟了，赶快下车。车顶大约700名乘客全部平安。台铁事后安排转坐205次普悠玛到台东，事故原因初步判断，敢若动车系统假死，造成囡仔受伤，请出白烟。不过详细原因也是要检修了后才发到确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另外一站是发生伫咧花莲中华路的冰高道。伫昨下晡2点半，有轿车驶对冰高道去，吊伫咧铁基路袂顶袂动走袂赴，互太鲁阁列车弄一个冰车，轿车司机是当场死亡。这站意外嘛影响到1800外人，是安怎会发生安尼代志？警察当地调查。
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，当在准备要过滨高道的银色轿车，拄好拄到司机弹放落来。轿车等咧调伫中央，唔知要过还是不爱过，调度半分钟了后，就去互上北的泰鲁国号弄一个飞起来，落尾车顶向下卡落落来，当场跌伫咧警示顶面顶。这件真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伫咧下晡2点半左右。54岁细号的驾驶去互警消救出来了后，已经无力喘气，送病院了后，嘛是无救倒转来。出来外面要进去就会。是会强风啊，刚好强风的时候，火车在颠，你看一个劲怎么退？闯在平交道，可是它是暂停在平交道中间，驾驶人也没有离开。那等到火车经过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事。警方表示，这台轿车是伫花莲市中华路滨高道的巷仔内底挖出来，停伫滨高道面顶等待车要过。啊，毋过迄当阵警示因已经伫等啊，滨高道的司机弹放落来，轿车去用调伫咧铁轨路的中央。啊，若是驾驶嘛无伫第一时间饲紧急启灵，落尾规台车去用弄个变过，泰鲁国号嘛因为弄个伤大力，车头规个冒落。而且这台轿车嘛因为弄个伤大力出现漏油的状况，经过警消人员啊，还有代替人员紧急处理了后，伫下晡3点37分才恢复正常的车帮。车上大概有将近300名的旅客，车上的旅客都平安啊，因为这个刚好是转弯的地方，那这个421次泰鲁格号转弯过来的时候，看到已经紧急刹车已经来不及，所以说就撞上去。根据代替的统计，这件事故总共影响车的车帮272分钟，差不多有1865个人受影响。啊，若是详细事故原因，该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顶月日有一架插油自强号列车，要入嘉东站的时阵，线路顶明明就是拍青，意思就是讲会行直。哪会知影讲一架区间车就歇伫咧车站内，加载司机赶紧甲火车的速度放慢，才无出大代志。毋过专家认为讲，这种错误都无应该来发生哩，那弄一个落去，看要安怎才好啦。火车驶伫咧铁轨路。这帮要去屏东嘉东站的自强号列车，经过入站停号的时阵，明明顶悬是会当入站的青灯，但是司机员愈晚近煞发现车道顶悬停一帮区间车，怎赶紧减速？刚好是在软体测试期间呐，因为有测试哦，所以因为你得爱问迄个啦，问迄个铁道局。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2白透早6点左右，自强号列车司机员提早减速，无造成事故。嘉东火车站嘛无讲啥，不过专家是认为入站停号就亲像车路顶悬的青红灯，青灯显示会当通行，煞有车帮，这种错误是真严重的，甚至讲是无应该发生。因为若是发生伫西部干线，类似车速紧的普悠玛号顶列车，恐惊因为列车打洞啊，造成严重的伤亡。万一这个月台有可能它是在一个弯道上。或者是后方这辆车，它行驶速度很快，等它看见前方有列车的时候，它已经刹车不及，那造成前后列车的追撞，那是可以造成很严重的死伤事故的。因为整个机房的线路太复杂了，那第一个就是要用颜色来尽量去区别做标示，那第二个是说我们会要求加派第二组人员。也就是在第一组人员在把线接完之后，再请第二组人员做 double check。险啊造成重大的意外，代替表示，这和铁道局施工作业疏失有关系。迄天是嘉东站运转保安装置故障，故障的原因是铁道局进前做后置系统测换测试，完成了后，施工人员无将电缆恢复到正确的所在，也致使侦测系统无接受到轨道被占用。经过讨论，铁道局日后办理相关的测试，会将配线用色并卡标示做区别，并且增加人力卡人，避免再有同款的情形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国游客来台湾佚佗，一档上侪有400多万人。不过自105年开始减，到去年剩269万人啦。但中国阁限制游客来台湾，起初定着会放愈忝。各项都有游览车业者控诉，政府无关公对策，伊本地128架游览车打卖甲剩一架。高雄游览车工会证实讲，全台有10%到15%的业者专门甲中国旅行团服务，即阵倒甲剩5%尔。邮轮靠港了后，外口有几10台游览车等台北载人客来佚佗高雄。这是今年5月份中国厦门邮轮首航高雄，带2000多个中国旅客来的情形。不过即马这种场面，这几年其实真罕哩看。有高雄在地游览车业者讲，中国旅客这3年以来减真济，已经甲128台游览车卖甲干了剩1台。在2015年的时候，我的团一个月将近1000多团，
那自从不到半年的话，降到不到50团，每个月平均年薪水的话，将近800多万，所以撑了3年多，就亏了数亿以上。业者讲，国内旅游无变化，新南向帮助嘛无大，生理是真歹，政府却无对策。高雄游览车工会表示，台湾超1成到1成5的业者是专门伫做中国旅客旅游，这3年确实都超过一半。确实，每个业者都过得不好啦，因为陆客团缩减的关系，尤其今年8月1号以后，自由行的签证已经停止了，所以这整个影响，我相信这未来会越来越明显。不过，李署长家己的公司还有40多台车，经营甲愈来愈好。伊强调讲，高雄的业者是用交通车来做基本的收入，再搁想办法来接旅游团，安尼才会当避免风险活落去。若是游览车的业者，确实即马是少过。交通部嘛建议10月初开始，针对游览车免扣汽车燃料税1档。决定要对游览车实施1年免征汽燃费，那平均一辆游览车大概可以在少征差不多3万元左右。交通部估计免扣1年燃料税，国库预计减收要4亿外的税金。不过业界表示，目前还有一寡业者财务问题是愈来愈大，免扣燃料税已经前出3档啊，希望讲加减会当解决一寡财务的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观光起草有影歹，交通部毋但有补助国内旅游，佮宣布观光局会做担保协调银行提供旅游业佮饭店业总共700亿个贷款。交通部因为林佳龙讲，安尼做是希望通治标兼治本。毋过学者就烦恼，大环境就遮尔歹哩，旅游业干那靠贷款，敢有法度挡互久长？一早人客退房，防务人员无闲清理。即间伫南港展览馆附近老字号商旅，大概拢是商务人士。尽管有稳定客源，不过受到中国观光客毋来，整体市场变价竞争影响，大房率也是小看落。全台旅宿业目前伤过济，而且真侪业者拢要咧派贷款。经营是愈来愈不好。我们的会员大概就是要贷款，结果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们现在陆客没来，你们生意有受影响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考量在。为纾困业者，交通部计划制定定型旅宿业融资相对信用保证要点，协调银行团针对旅宿业专案贷款，总额度差不多新台币100亿。上紧这个月开始，申请时间会继续到2021年底，由观光局提供5亿来担保。交通部强调，这只是真侪项观光政策之一，希望用治标也治本。这个就是标本兼治，我们是有整体的观光的政策，但是短期也必须要帮助困难的观光业者渡过难关。如果在短时间之内，或者是在未来一定的时间之内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市场做大，我们没有办法带来更多的客源，那么这些旅宿业的财务状况如果每下愈况的话，它仍然是没有办法去还这些贷款。观光业者表示，若是短期内观光大环境依然无好，敢若靠纾困贷款，真歹解决业者困境。旅宿业者也认为，今日补助虽然有机会效果，不过希望望政府加强国际营销，同时也落实国内非法旅宿的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疾管署公布，新北市区公病搁一站，高达已经是中和第3站去挖着区公病。着病的这个负责人60外岁，平常时会去国光仔的菜园种菜。怀疑是安尼感染着，为着避免疫情摊开，已经甲国光仔8条步道封起来，准备出游啊。竟有那个区公病的个案发生。每一间拢封市，今仔10位新北市卫生局人员下晡伫内南里进行卫教宣导，因为且爆发本土曲光病例，到即阵为止，中和已经出现3站这个病例了。不能用这个花盆底槽。水塘花盆若是发现积水，拢爱倒掉，避免滋生原产生。工作人员呼吁民众徛街仔边清气，若是拒绝防疫人员喷药消毒，是爱红党发的。拒绝或规避妨碍我们喷药作业的话，它是依据传染病法第67条，最高可处罚30万元的罚款。要防蚊啊，还有清理那个水要倒掉啊，还有花盆要清理干净啊，邻居共同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啊。这个病例相信个案是一个60外岁婚姻人，牙髓目睭整个敢若冷冷的，了后出现发烧、头壳痛，想要吐这症状。
防疫人员家庭访问时建议去看医生，才找出这个病例。即阵伫咧厝内底休养。大日做的是伊差不多逐工拢去国强岭的菜园啊种菜，也到和平红粉市场。甲进前2桩案例拢伫国强岭步道活动有地缘关系。为了避免疫情扩散，8条步道对顶个月封闭，继续安排消毒的作业。国强岭的8条步道这一带，我们事实上有发现高风险的菜园，还有废弃的空屋跟空地，里头是有发现一些有长蚊子或孑孓的积水容器，所以在这段封锁期间，是会针对这个高风险区域，会定期的去做喷药消毒这些，来避免蚊子把病毒扩散出去。防疫敢若足渐的卫生单位针对内南里、福南里、外南里邻近管制区200公尺范围加强环境清洁。疾管署讲，即阵有66例确诊病例，其中4例是本土病例。提醒民众，若是出现发烧，也有手敢若观察炎症状，会记得赶紧叫医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大西洋的风台 Dorian 甲巴马群岛霜冻甲真忝，即马已经有30个人死亡，也阁有几若百个人失踪，找无因的人。国际嘛出动小组协助救灾咯。一栋搁一栋的建筑物倒甲密密麻麻，就若像拄则去互炸弹炸过。大西洋风台多利安用5级风台的威力登陆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，而且搁伫当地停留了48点钟，造成真严重的灾情。上新的画册相片对比度，看出来风台过去了后真强的破坏力。这原本是一个度假的所在，有小艇的码头、高尔夫的球场，还有各种休闲的设施。毋过即马敢若剩只厝的碎片，规丛倒了的树栽，还有罹难者的遗体。而且估计伤亡的人数阁一直伫增加，部分的受灾户无厝通转去，干来当撤离，伫机场等待。I'm at the airport with my sister, my 2 sons, my daughter, and 2 granddaughters to get into Nassau because it's horrible. It's you can't live here. 有的受灾户直接走去附近的病院避难，接受紧急治疗。毋过即马所欠真侪医疗物资。We're looking to be evacuated because a lot of persons have medical issues with persons, so we need to get out. Persons need medical aid, the gloves, the masks, water, boots. 国际救援小组小连续到灾难的现场来斗相共抢救灾民。美国海岸防卫队、海关，还有边境防卫局嘛，拢派直升机来斗相共运送受伤的人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拜四嘛宣布，会对巴拿马空运物资、发电机，还有卫星等等的设备。多利安对巴哈马离开了，对美国当欢去。根据美国国家风台中心，多利安当地接近北卡罗来纳州，用每点钟24公里的速度继续向东北边来行。上大风速达到时速144公里，而且路线内底居民千万要注意透大风，还有做水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电子烟敢有影会当代替传统的烟？减少尼古丁这种成分对人的败害。伫美国，特别讲有2个人因为食电子烟煞来死去。美国大州嘛，当地讨论讲要定禁止电子烟的法令。咱台湾的民间团体嘛，会有政府就紧甲烟害防治法修法，禁止这种新型的烟。又搁传出电子烟引发肺病的案例，美国一名18岁少女因为食电子烟造成家嫂胸甲麦痛，看医生检查发现肺部出现严重的弥漫性肺炎，目前在住院治疗当中。Are you a vapor? And that's scary because people are getting really sick. And she said, and thankfully he said after, are you a smoker? Even e-cigarettes. And then she said, she said yes. 因为美国前2礼拜才传出头一个因为食电子烟造成死亡的个案，我咧讲做国公布第2个死亡案例。这个个案因为严重呼吸道疾病过身，伊伫死亡进前捌食有含大麻成分的调味电子烟。到即阵，全美国有超过200件因为电子烟引起身体无爽快的可能病例。密西根州拜三已经宣布，对即马开始禁止卖调味电子烟，旧金山嘛对明年开始禁卖所有电子烟。咱国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爱随启动烟害防治法修法，开始禁止新型烟品。电子烟的店好像越来越多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校园的沦陷。那现在是立法院新的会期，禁止所有新型烟品的规定排到优先的法案。未来修法里面，除了去禁止制造、输入、贩卖以外，另外对于制造、输入的罚则，我们会从现行的1万到5万，会提高到5万到25万。
国检署强调，混合防治法修正草案加强电子烟管制，已经送去地法院审议，希望这个会期会当排入去议程。伫咧修法进程，新北市已经伫106年订定电子烟管理自治条例，全面禁止国卖。双北和台中市嘛等咧规划纳入自治条例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，北台湾妈祖文化节昨透早伫宜兰南方澳举办，而且这嘛是今年头摆伫海面绕境。上百只渔船对南方澳出海，看起来真正是热力滚滚。近10只船开出渔港，海巡蓝天喷水祈福，这是北台湾妈祖文化节海上绕境的船队，对宜兰南方澳渔港出发北上到乌石港来进行海上的绕境。今日是第一天，头一天比较好隆重，88载船仔要出去，有哦，当然欢喜咯。今年妈祖文化节头一摆轮到宜兰县主办，由南天宫担任主要祭拜。今年头一摆规划海上陆上绕境活动，也调侃甲妈祖的精神安坐伫船顶。大家以尊敬的心，来甲宜兰县这3天拢大绕境吼，8月初8、8月初9、8月初10，当讲互妈祖来甲咱保庇，甲咱的全家大大细细全家福拢总出来吼绕境，当讲互妈祖来吼保佑着咱的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过去这妈祖文化节吼，是无这主事特性吼，无海上，妈祖是咱海上，所以海上呢。到时可以扩大。妈祖宫庙大约80尊的妈祖神尊参加，加上13只上海岸的船，也有宜兰各地近20只渔船来护驾，大约2000人海上参加，陆上绕境会在未来3天来设宜兰全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湾第一部有伫电影院放互人看的麻叶纪录片。麻叶想要飞伫2015年搬互大家看了后，才知影讲原来麻叶当地面临生存的危机。今仔日下晡3点，公司经济 VR 生态馆就乡亲到店来关心。他们是急性，就像是喝农药而死这样子。我是在说一个故事吗？他曾经亲眼看到猎人把捕兽夹放到黑烟的窝巢里。他痛心地写道：“公鸟回来之后，在母鸟旁边不停又冲又叫，狂飞22圈。”导演牛家迪用了23年时间所翕的《麻叶想要飞》纪录片，2015年播出了后，引发热烈回响，然后大家关心到麻叶的生存危机。第一个是我们希望民众多多支持友善农业，还有多多去关心我们周遭的环境。所以现在这个全国灭鼠周也停办了。然后一些比较祭祖的人，像加把湖，还有那个红豆采收的时候要喷那个肉味剂，是一种杀虫剂、杀草剂，叫巴拉挂。后来现在农政单位都把这些比较祭祖的农药都禁止生产、禁止使用哦。麻叶是昆古型的扁禽，也过根据中华教会调查全台数量，在1991年敢若剩187只。不过因为麻叶想要飞这部纪录片，减少农药的使用，到2016年增加到400多只。凤头苍鹰的幼鸟，好可爱。在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豪宅里面的一对姐妹的故事哈。唔通以为扁禽离人类真远，粉鸟鹰就在生活在城市内底。这对伫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出世，被号名为 N8、N9的粉鸟鹰姐妹，成长过程全部互镜头记录下来。爸爸可能想要喂，可是他们不太想吃。那是妈妈吗？妈妈来了。妈妈眼神蛮凶猛的，她是在教训爸爸，是不是？其实 N8、N9已经真大只，也吸引真侪鸟友来甲翕相。不过张宏明提醒，千万唔通互因惊到，因为一旦互因感觉紧张，因就会离开飞走。只有莫互因惊到，伫远的所在慢慢欣赏，才有机会因看到一个粉鸟鹰伫公园的水库内底洗身躯的画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天气是歹也是好，听有心预报讲清楚。来看北部地区上低26度，上悬32度；中部地区上低25度，上悬32度；南部地区上低24度，上悬30度。东部这边面上低24度，上悬32度。
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吴昕，明仔载讲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